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初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人也点伫咧武汉迄挂大商啦，像要告政府违反宪法，内政部市国防部长是讲量笔告袂行。已经有超过70国拢有人验出治疗武汉肺炎，伊朗这国又搁增加835个病例，死亡的人数增加到77个。 日本政府讲有考虑东京奥运要签到年底进行接办，不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讲时间是无要变动。观众朋友，今日国内无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同款保持42个病例。不过国际上是愈传愈严重，已经有超过70国拢有国民去验出治着这款症。欧洲西南边的西班牙确诊的人数嘛超过100个，搁发生头一站患者过往的不幸。中东这边上较严重，伊朗一日内搁增加835个病例，连国会议员嘛有23个胃着病，死亡的人数增加到77个，敢若比中国甲意大利较减尔。中国目前有统计讲，糖尿病的患者万不利若治着武汉肺炎，救袂起来死亡的比例是普通患者的8倍。咱国内医师嘛分析讲，那这确实有影。英国若有西药指，也是肝脏机能恶化，甲糖尿病病人治着肺炎的时阵，转变做重症，甚至是死亡的比例，拢是加普通病人加几多倍。这站定着是要真注意。 中国2月中的流行病数字显示，7万多的武汉肺炎确诊者当中，有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达到1成，糖尿病第2悬是7.3%，死亡率是一般病人的8倍。台大病院小儿部主任黄立斌指出，慢性病确实会让病况变差。过去病人脑细血脂或者是糖尿病、肝衰竭，得到肺炎的重症甲死亡率拢偏高。这3种慢性病呢是 国人比较常见，而且免疫反应会变很差的疾病。那这3种慢性病呢，在很多其他的肺炎，都是会使得重症率跟死亡率翻好多倍。所以有这3种病人要特别小心。 糖尿病卫教学会指出，有的患者因为唔敢出门，家己停药，造成血糖升高，颠倒互家己离搁较大的危险当中。呼吁一定要遵照医生讲的，好好接受治疗。另外，针对国内院内感染搁新增加一例，要厘清感染源头到底是伫病院还是社区，医生建议会当采检其他的人来厘清。就把这个院区所有的工作人员抽血验抗体，如果有人有抗体，就代表他被感染过了。 这个是一个可以辅助的方法了，包括医生、护理师啦、清洁工啦、行政人员，全部抽个血去验抗体看看。黄立斌认为，若无验出抗体，就代表可能并不是院内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嘛提醒，武汉肺炎死亡率比一般流感高，其中中国达到3.6%，比全球平均高。WHO 呼吁各国，除了旅行的禁令，嘛必须要做好社区防疫的准备。记者林淑明、吴家宝台北报道。 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若是按中国、香港、澳门、韩国、意大利、甲伊朗倒转来台湾，已经接到在家来隔离的通知书，遐旅客袂当搁坐公共交通工具离开飞龙机场。交通部嘛虽讲要成立防疫的车队，但伫咧通机场排班的计程车团体，都已经串联620台车起来，专门要应付这款人客了。为中港澳、韩国、意大利、伊朗入境台湾的旅客。 有摕到居家隔离通知书的，已规定袂使坐客运、铁道运输等大众运输工具。除了请亲友来载，为今仔日开始，会当坐机场的防疫车队，有专人专车帮你服务。在7天的宣导期之后，需要居家检疫的旅客，必须要按照这样的方式返家。如果有违背的，会按照相关的法令处以10万到100万的罚款。 机场的公司表示，目前为中港澳、韩国转来旅客，逐工超有300人。机场防疫车队起驾第1天，桃园机场整合排班计程车、和租赁车业者，总共620台车，台面，互居家检疫的旅客为机场转去厝内。第一程是以计程车跳表，当程是坐租赁车，是高铁2倍的计效，1000块起跳。我们在车辆每一个完成任务之后，回到车厂的时候，我们执委会就会添购设备去帮他做全车的消毒。 会让他做得更彻底，让旅客搭乘更安心、更安全。桃园机场计程车的组委会表示，检疫车队起行，除了基本的消毒、任务完成了，司机的喙暗佮有手套拢会全部换新。平常在等人客的时阵，计程车的窗仔门会全部拢开开，互空气流通。
人客坐车了，避免开港，而且甲窗仔门开一旁通风，确保有一个安全的坐车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大大连累着旅行业，交通部当时有掠8亿的预算，讲要补助人才训练的开销。不过业界是感觉钱额也是真有限。但林佳龙部长是讲，交通部也有一寡基金通运用，若增练无够，也会搁再追加。另外，针对损失也真伤重的航空业，嘛已经有偏42亿的预算要助战。各有立委嘛望交通部，嘛着要替旅客排解退婚机票所产生的纠纷。武汉肺炎疫情冲击观光旅游运输等等相关产业，交通部投入8亿协助旅行业的人才培训，不过旅游业者普遍认为讲是看得到接不到。我们除了编列进去特别预算的部分呢，我们交通部还有相关的像观光局或民航局有一些基金，所以如果说子弹不够我们也会再加码。除了观光运输业，林佳龙表示，这届特别预算嘛变42亿外来做航空业的纾困，因为航空业除了停飞帮助真济，机组员嘛要面对真辛苦的工作挑战，是上大的受灾户。这个部分甲整个特别预算集中伫咧中小企业的纾困，甲振兴无共款。不过有立委认为讲，旅游业者统计有8到7成的客户投诉补办机票、退改票的真伤济。建议交通部补助航空业的时阵，嘛要顺续要求解决退票的纠纷。如果你把航空业这个解决，它就可以打通了。那跟旅行社之间或者跟消费者之间，是个别的旅客去订机票，那是比较没有问题但是透过旅行社，因为它那个航规包括切票怎么算，然后有一些联航等等，我们也说服了航空业就是国际航空啦，能够就是把这个退票时间能够到4月底之前都可以退，或者是再延。对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跌探，外界嘛烦恼清明年假时，铁路等等的大众运输可能会造成防疫的空棚。林佳龙表示，针对中港澳、韩国、意大利移动回来旅客，除了健康声明卡甲居家检疫通知书以外，嘛有安排防疫车队，让旅客当正安全搁较紧到厝。高铁年假期间，嘛甲自由座改换做专车对号座，而且透过实名制来买票，降压旅客的部分，代替卖控管人流。每一个交通运输拢有搁较严格控管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但嘛有消息讲，人也点伫咧武汉迄寡台商，因为担无包机，是放声要告咱的政府违反宪法，限制人搬徙的自由。早起本身也是律师出身的内政部徐国勇部长是讲，宪法嘛有规定，人为着公众利益、人身的自由，也是会当限制。量笔因是告袂行。另外，徐部长嘛讲会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意见，建议民间超过1000人的大型活动，就唔通办。第二批武汉的台商包机还未确定，车衫传出有留伫武汉的部分台商，因为一直担保第二批包机登来台湾，怕宣告总统蔡英文违宪，限制迁移自由。徐国勇初时出席立法院，表示疫情期间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甲宪法23条无违宪的记录，若是真正要提告嘛告袂赢。现在卡关是卡在中国那边嘛，不是我们的问题，他们忽略了宪法第23条嘛。我们宪法23条规定说，为了避免妨碍他人自由，要避免紧急危难，然后呢要增进公共利益，然后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者，仍然是可以限制的。徐国勇嘛强调，咱个拢准备好势，比较日本接机的方式，不过即马拢调伫中国。初时早起，徐国勇伫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针对旅客入境查核、加强警察防疫做报告。有立委接机，也是有旅客摕相同国籍为其他国家入来台湾，用自动通关，是不是会变做防疫的空棚？他从中国大陆又回到越南，然后从越南又这个飞机飞到新加坡，然后才回到我们的台湾。请问依照我们现在的一个边境防疫系统，我们能够了解说他有去过那么多的国家吗？其实他进到中国就有中国的入境的就那个入境戳啦，出境也有出境戳啦，有一些大型集会的距离。一定要保持1公尺。如果不能保持1公尺的话，那就要戴口罩。具体规范说，寡嘴狼胜大型集会，1000人以上的话就要避免。正有一个外籍看护确诊，引发是不是要加强追查失联移工的声音？劳动部甲疫情指挥中心无共态度。职工表示，防疫优先，能力不够。内政部等甲劳动部建议，鼓励失联移工扩大自行教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市的中坑病院是国内上届早店门卡口实施查健保卡，看要去的民众敢捌去过遐疫情拖了较严重的国家，
自从2月初3开始实施到今，已经查超过1500人落来。搁毋若政府规定，就要在家内隔开观察遐对象尔，连干那就要自主管理健康迄寡人，嘛共款当无要互因入去病院内底。要紧就是要提防，毋通发生院内感染。 大量看病的民众要入去病院，必须排队过健保卡、过路旅游署。一名小姐去过武汉肺炎以及境时的国家，但只是回诊摕药啊，高雄中间病院就无希望伊入去。不好意思，可是您最近有从那个泰国入境，所以您是要看哪一科？我都固定在看心脏科郑主任呢，长期高血压要拿药。所以您现在药已经没有了，是吗？对。好，那我们今天有防疫门诊，我带您过去好吗？ 病患互安排去防疫门诊，用电话向医生确认病情，嘛会使顺利摕到药啊。高雄中间是国内统早实施以健保卡过入民众旅游署的病院，而且扩大检疫对象。有19境时国家的旅游署，只需要自我健康管理的民众，以及地处检疫也是隔离超过14天但无满30天的，共款炸落来。纵使他是已经超过了居家检疫自主管理的时间的。 他来医院，我们还是尽量劝离他。但是如果他是也有相关的呼吸道症状，我们会有分流的医疗的处置。扩大防疫对象有呼吸道病症的高级诊，看病人的嘛拢请回去。对2月3号上路到即马，高雄中间已经查超过1500人，嘛建议政府比照伫每一间病院扩大过路，避免搁发生院内感染。记者洪家川、大兴坤高雄报道。 因为武汉肺炎第32个病例是无排1年的劳工，这也引起劳动部进前有宣布要加强查办这寡脱走歹找人的外国移工。早起劳工团体就去抗议劳动部，佮呼吁讲爱宣布，互因这移工即时就地合法，唔通甲因赶，唔通甲因罚。安尼万不利，若真是有去治着病，因才敢出面去找先生看，才袂变作防疫的空棒。 不驱离，不驱离，不处分，不处分，重新给予合法身份。顶礼拜2月26日，台湾出现第一例外籍移工感染新冠病毒，毋过伊是移民署定义的失联移工。27劳动部虽发布新闻稿，讲要加强查缉，毋过疫情中心指挥官卫福部长陈时中反对。早起移工团体去行政院批评劳动部的心态，根本是趁机会抢劫。不可自由转换雇主。 看护工没有劳基法保障，劳动部在这个时候这个动作就叫做趁火打劫。我这边要说，非法的不是人，非法是我们的制度，是我们的制度可耻。我们国家应该要对这些无证移工大赦，我们老早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了，不要再动不动把这些无证移工当提款机。移工团体认为，愈是加强查缉，愈是甲移工挖向壁边，等于出现感染症状，嘛唔敢去病院治疗。因主张就地合法化失联移工，以保驱离、无处分，重新回应合法身份，和移工登去防疫帮。但我觉得他没有说破的其实是，今天到底不抓是现在不抓还是永远都不抓？因为他知道现在抓了之后，我们的防疫网它就会有个大破洞，因为他们是最重要的防疫人力，他们就在医院里面。我们认为，真的在第一个现在防疫的过程里面，怎么让这些所谓逃逸外劳他愿意出来配合我们国家的防疫？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让他们可以就地合法化。移工团体指出，失联移工登记补过了后，对口劳动部用审查标准禁止来台湾食头路。若是要重新回应合法身份，就应该消除移工的落跑记录，回应合法骗局空间。劳动部回应，防疫期间会全力配合疫情中心指挥官指示，嘛鼓励到案取代大规模的加强查缉。毋过，移工团体提出诉求，牵涉修法。劳动部强调，需要有社会共识，甲好好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近来有周刊咧报道讲，台北市内一间公办的屠宰场，每样巷口业者甲工人出入上无有上700人，其中200个佫是无牌外国移工，喙炎佫拢无挂。但台北市高文体市长是讲，伊主张这站期间无牌外国劳工就要暂时赦免，唔通罚。啊，新北市这边侯友宜市长是讲，已经准备好，予公务人员分开所在，甚至是用电脑连线办公，通好抵挡病症继续摊开。去看医生吗？我们家很多医生呢。台北市长郭文铁佢为了诺罗病毒了接受采访，精神已经加好真多。伫即马武汉肺炎疫情全台湾正紧张的时阵，伫台北市政府一间官办的屠宰场，所互周刊曝光，每工只有700人群组工作，其中差不多200位拢是非法的外籍移工。因讲头家毋但是无提供有够的喙安，伫工作现场甚至连
用外国语所写的防疫海报拢无，恐惊变做防疫的老坑。我是主张这一段时间先叫特色期的，不然你要怎么处理？我是不晓得。我想对劳动部、对移民署，现在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题目。郭文铁讲，早伫咧2017年办世大运的时阵，家己就发现台湾至少有5万的无身份证的外籍劳工，伫这个防疫上确实是真困难的题目。中央地方的步调拢无共步。另外，因为要对付疫情愈来愈严重，中央政府团出已经开始规划无共所在办公。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市政府已经做好无共所在办公，或者是分流上班的准备。同时也考虑要用视讯上班。那最好是备而不用啦。那这些准备我们都是已经规划，而且找到一些适当的场所。所谓的分流上班，也就是我们替代的另外一种，甚至在家视讯上班也是一种。侯友宜也讲，伫目前新北市大型活动一律停止，若是想要办就要保庇审核，但是到即马也无同意的个案。说来就是清明连假，台北市伫今年取消清明节的法会、追思音乐会。侯友宜是讲，清明制作是群聚大型活动，民众困伫咧连骨塔这个小空间内面，恐惊对防疫不利。若是当用视讯就用视讯。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院这边咧审查行政院所编出来，要振兴经济、消透民间的困难，迄600亿的特别预算，其中经济部有按20亿要来分振兴低用券。施明典部长是讲，目前按算一个国民会分600至800块钱。嘛有立委咧关心疫情敢会去影响到整体性经济的发展。主计总处是回答讲，今年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的总价值的数字，应当也是会当保持在咧2以上。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拖，为着加强防疫、振兴产业，行政院特别编600亿的预算，早起伫咧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进行审查。其中经济部第20亿振兴抵用券使用方式甲金额，最近嘛引起大家关心。经济部长施明典表示，振兴抵用券预计每一个人分600至800，采电子甲纸本做费用，全台湾超有35万的业者受惠。餐饮以及商圈、夜市跟艺文，那这个4种产业对象，那大概呢就是600到800元之间。另外，受到疫情冲击，有委员烦恼讲，敢是去影响台湾的经济表现。对这个代志，主计总处认为讲，若是执行防治甲纾困方案来应用，今年国民生产业 GDP 保持应该是无问题。您认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保2还是没问题？如果再加上这个600亿元的这个预算通过的话，是公共支出的一个成长，对经济成长的下跌是会有延缓的。不过嘛有立委质疑，行政院这改编的预算却无来自去劳动部，敢讲劳工唔免纾困。其实我们本来就有就业安定基金，就业基金我们本身就有500亿，另外其实我们就保还有150亿。劳动部强调讲，即马已经有就业安定基金500亿会当来应用，另外嘛有就业保险基金，拢会当帮助劳工纾困渡过难关。若是要取验生命这部分，未来嘛检讨，照都会人口数量的程度增加药局分配数量，互大家拢有取验通买。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啊，若武汉肺炎咧传，假消息也是赢飞。到昨昨敢若关系防疫的谣言，都有16条案，19个人以上发办。尤其这款消息的源头，大多数拢是中国迄边。打到立委咧质疑调查局手下假信息防治中心效果哪会遮有限？法务部蔡清祥部长嘛说明讲，会要求快速侦办，有起诉就公布，才通好抬价架构。武汉肺炎疫情咧传，假消息嘛是四界拢是。针对防疫部分，到2月28为止，调查局移送12案13个人，到3月初3增加到16案19个人互移送。来源大部分拢是中国，但是如何避免假消息引发的无好的影响？早起伫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有立委个质疑，假消息防治中心执行的效果无好。到昨天为止，受报情境已经到了561件，已经到561。那立案有55件。移送已经有16件19件，那还待移送还有14件是从中国大陆来，都是从中国来的比较多。毕竟因为这些境外的，目前我们大概在侦办上有一些困难。起诉率低，定罪率低，犯罪成本低，这个遏制确实是有困难的。
对老西方的即阵，法务部长蔡清祥回应指出，调查机关会详细找证据，嘛会要求检察官赶紧结案起诉了发布新闻对外说明。不过，因为疫情继续在拖，中国武汉嘛出现加压爆发严重疫情，在野立委烦恼台湾这边，敢是已经做好防疫措施，避免出现群聚感染。矫正机关内部目前看起来在整体量上面确实是这个拥挤不堪的1人1床这件事目前是确定，但是它还是一个比较群聚性空间。我们有51个收容的机关，其中超过一半都是超收的，而且甚至于像桃园监狱超收的比例是最高的，到160%。疑似就是1级，确诊的话就2级。那如果到2个场域以上，各有1个，加起来有2个的话，那我们就升到1级的一个指挥中心来防止这个监所啊。法务部已经要求各地检署成立防疫处理小组，矫正署嘛会伫3月进行防疫演练。唔那安尼，未少走到国外通缉犯，嘛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当来台湾接受审判。蔡清祥表示，今年1月到2月，总共有56个通缉犯当来台湾归案，其中为中国香港、澳门等疫区当来台湾的人，必须要先到特定的隔离处所隔离14天。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因为武汉肺炎影响牵连，有一个国家拢开始咧降利息，也是放出资金，要互国内钱银较活动咧。当美国中央专门咧管理银行业美金货币缩案，也是放量的联邦准备理事会，嘛已经决议讲要调降联邦基金的利率0.5%。讲起来，这是要互钱银流入去市面，刺激经济震荡。不过，美国的股票市场嘛是继续落，起落无稳定。Earlier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announced a 0.5 percentage point reduction in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ringing that range to 1 to 1.25%. My colleagues and I took this action to help the U.S. economy keep strong in the face of new risks to the economic outlook.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U.S. economy remain strong. 就算是降息的时阵，也个信心发挥，不过美国股市依然是真无互人面子。道琼等3大指数大把拢伫咧2.8%到2.9%以上。联准会伫顶一遍遮尔大幅度的降息，是2008年金融海啸来的时阵，伫迄当阵的降息也感觉无法度救股市的崩盘。分析师认为，伫咧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大情形之下，每一个国家之间的能源甲商品的流动规个拢停落来，经济袂输敢若是袂顶落个水。股市若要买盘也真困难。Given that the Fed rate cut we saw was already baked into markets yesterday with that big rally, so we're giving some back now. We expect volatility to continue just like this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and perhaps for a few weeks. 长期以来一直拢主张联准会应该一直降息的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这边的降息也阁无够，应该阁加降一寡。We should have the low rate. But we have a Fed that doesn't agree with that. I disagree with them. The Fed is very disappointing to me. They have to lead, not follow. They are following, not leading. They're very disappointing. 英国的金融时报分析讲，各国政府拢推出降息或者是释出资金的方式，要来提振市场的信心。不过利率已经低到将要挖滚0，这显示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有限。报道也讲，这边的问题根源是武汉肺炎疫情。若要治好一边，应该找医生，唔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台北市美国商会嘛发布2020年商业景气的调查，内容是表示讲，踮台湾有咧买卖经营事业的美国公司内底，也是有60%对咱国此后12个月经济发展同款保持乐观。美国商会会长嘛讲，短时间内观光旅行业可能有较受到创伤，不过若制造业是也无啥会去影响到咧。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全球的产业经济，不过伫咧美国商会发布的2020商业景气调查当中显示，甲2019年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来比，美商对台湾的信心度干那4%。今年有60%会员公司拢对台湾未来12个月经济成长表现有信心，唔惊疫情会逆势成长。我们认为台湾处理这个疫情的是，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
重要的时段处理非常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会员有一些信心。除了对台湾的防疫真肯定，对台湾未来3年的经济展望，美商乐观的程度更是8到7成。美商会会长金基伟认为讲，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和制造业的大商回流，所以对台湾出现正面的影响。就算讲即马全球面对疫情，金基伟认为讲，敢若暂时冲击到观光业，目前制造业是无受到影响。当然，我们的会员就是刚才有所提到，就是有一些制造业，有服务业，还有一些旅行业。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旅行业跟可能航空业会短期内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看起来是我们在制造业目前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份调查伫咧台湾大选结束了后进行，虽讲大部分美商认同蔡政府有改善能源甲劳动政策，啊，不过对台湾能源的稳定性还佫有继续也是有疑虑。未来2025年的飞核加权政策，有可能影响美商对台湾的信心度。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早就排伫咧7月底要举办的东京奥运，日本政府但是讲有考虑要签到年底进前才甲办好煞。总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经过开会，出面强调讲，随亡的烦恼病症继续摊开。不过今年奥运的时间也是无要变动，敢若加强准备抵挡疫情的工课。日本阁有新的县市出现武汉肺炎的病例，伫病例一直增加的情形之下，原本要伫7月份举办的东京奥运，敢当如期举行，变作外界关心的重点。本大会が2020年中に開催されない場合とだけ書いてあります。この解釈によっては延期ということは2020年中であればということに取れる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けれども。伫官方宣布无偌久，国际奥委会嘛随调开会议，因强调虽然烦恼疫情，毋过定伫7月24到8月初9的奥运，也是照计划举行。We have to make some proposals then for the session in Tokyo, just preceding the Olympic Games. 日本初3伫大分县出现第1个确诊，北海道嘛增加2个病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表示预计会伫初10之前提出第2波的紧急应对政策，拨上无2700亿日币应付疫情。有议员质疑安倍一直无扩大限制入境的对象，是烦恼影响外交。安倍嘛不会讲，会看疫情的状况，随时增加限制国家。另外，日本甲台湾同款，因为出现网络假消息，引发抢买卫生纸，甲民生不足的状况。经济产业大臣尾山弘志，幕后民众保持冷静。若翠安欠费问题，所以日本政府答应3月份开始，会提供1个月6亿个翠安，毋过可能还是有无够状况。日本媒体嘛，学了台湾的政策，用实名制买翠安，佮结合网站 App 停市，方便民众买翠安。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国地头要紧的新闻事件。2017年11月，南投埔里的投131线牛洞路这站发生山边恁石头落来，第4赛车经过驾驶的不幸。当事人的家属提出要求国家赔偿的告诉，法院一审是认定县政府有道路管理方面的过失。判着要赔859万，不过县府是讲，这打算是林务局的用地，县府已经有设告时嘛有牵威望啊，决定会提出上诉，继续赌。虽然小条犯嘢国被判决，不过死者苦情夫人的翁婿也是真唔甘。如讲17年11月，苦情夫人开车经过埔里投131线牛洞路段，被将近100公斤的大石头直接牵着轿车，最后失控弄到山壁过身。家属提起国赔诉讼，法院一审判决，公应该赔偿859万。事情发生了之后，他们做了防护网，又到处宣传说他们做的防护网功劳多大多大。可是为什么之前还没发生憾事之前，他们不做这个防护网？而且判赔这种东西，真的说多少钱也换不回说我们家里的人。手机内底相片，苦情夫人甲囡仔笑甲真欢喜。不过现在已经成了会议，受害家属指出，当日是来往稀地甲埔里的交通要道，不过真侪事都发生石头落落来，但是发生前5个月，捌透过乡代会反映予南投县政府，不过11月就发生意外。不过县府认为，边坡属于林管用地，县府的宽限就伫道路维护。上边坡是属于林务局的林管用地，那道路用地的部分，我们在那个地段其实也设立了注意落实的一个标示，所以县政府基于民众安全，也到现场去做维护管理。
难道政府解说基于分权管理，政府伫当地已经设置警告标示，冇设置防石头的围网。不过南投地院认为，难道政府卖经费甲管理权责，拒绝设置防护网。不过说意外发生了后，政府才来设置，真明显是有能力来防止，所以要来做，嘛不应该以无权责管理为由来推卸责任。因此，判决政府应该赔偿家属，难道政府嘛就会伫收到判决书了后提起上诉？记者南投综合报道。但即阵有消息讲，高雄一间医学中心规定，护理人员便来出国，倒转来就爱家己踮厝内管理健康14天，袂当去上班。这分明就是咧减人的薪水。但已经有3个护理师唔愿透露清实。另外台南这边嘛有风声讲有护理人员的喙暗去互病院暗掉咧，唔分互人。台南市政府的卫生局是指出讲，这就是牵涉到侵占违法了。武汉的肺炎延烧，每一个病院的医护人员其实守护民众的第一道防线。但是现在却传出爆发真侪人要离职，起因就是护理人员只要出国，等来台湾就要自我健康管理14天，袂当上班，并且请暑假无薪水。他不管你是疫区还是非疫区，他就是直接告知，就是你的考绩呢会受到影响。也不能上班，那这样的薪水，既然是你医院要求，基本上你应该要给护理人员公假，叫他们自己去请事假，这个来负担。那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唔但呢，去用爆料的病院，阁去用投诉，医护人员甚至连有排休假要洗婚纱，拢去用阻止。陈玉凤是讲，护理人员除了要面对高传染的风险之外，嘛去用外界用无同的眼光去看。顶一回便当店旧送只是一个案例，这拢互真侪护理师无想要做，反倒爆发医护的离职潮。卫福部就要重视这个问题。另外，台南嘛有最新的诊所传出有护理人员的喙暗去用暗砍，互医护人员暴露伫个风险当中，拢唔敢讲。其实是不太可能。那我也查了我们相关的1999、1919还有我们2880、180的专线，有进线的这些民众是没有人有反映说他口罩没有拿到的这件事情。对此，台南市卫生局是表示无接到检举，但是强调喙暗等防疫物资是免费配发予医疗院所。但是发生暗砍的状况，这是牵涉到侵占公务等违法的问题。卫生局嘛已经发函予医师工会，要求监督每一个诊所使用喙暗等防护装备的状况。记者郑云台报道。讲起来，骑阿名买喙暗虽然方便，连外国嘛学了。不过，确实嘛，互甲专门健保配合的药局，工课负担增加袂少。新竹县内计共有123间健保药局，顶日县府出面招募去调包吊销喙暗的志工，结果到单敢若6个民众来报名，骹手也是减真济。有咋？早起到民众来排队要买喙暗，自从买喙暗爱签名了后，药局内底药师除了平常时甲药的工课以外，佮爱分装喙暗，也佮有卖的动作，会使讲是增加真济工作负担，真济药师拢添加强要挡袂掉。除了先前本来我们原本的业务啦，那可是因为现在为了口罩的事情，我们大约要花，就是我为了这个事情大约要花半天的时间。原本我们药局的业务就非常的繁杂许多，那现在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变成假如说我们提早下班，或是变得更晚下班，这些都是相当需要花时间跟体力去做的。为着要减轻药师工作上的负担，各县市拢有订求志工来斗3工分喙暗的工课。其中伫咧新竹县，目前敢若6个民众报名，不过也是无够，目前差不多搁欠30个志工。对于这个口罩的供应的量、志工的需求以及找人的问题，这些我们都会请我们卫生局殷局长向中央来全力的来反映跟支持这些事情。会愿意吗？当然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替百姓大家服务出一点力，有什么不对啊？很好哦。防疫期间卖喙暗的问题，互药师拢真忝。对疫情继续的变化，这场防疫节可能阁会又长战线，药师工课负担沉重的问题，可能短时间以内也是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看台北市的消息。国民党这位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早起批评台北市政府手下悠游卡公司，讲要推动电子批包啊，就是有悠游卡出去店头买纳钱的悠游付这个计划，到今拢还搁咧试验。去年国民市长明明都有挂保证，讲6个月内就要消灭同款用途遐的对手，结果全然是无影。悠游卡公司这边是讲悠游付的用途月底就会正式开放了。
路卡在质温、公车等大众运输，悠游卡早就变做一般民众平常的生活中常用到物件。因为科技进步，白手机、出门免trả钱的电子支付变做消费趋势。台北市悠游卡这几年来一直撒电子支付、悠游付，个民众一直等无正式实施。好，机关这期台北市长郭文泰去年半保证6个月消费地点，结果煞未成功。12月，悠游卡公司就开记者会说它上线，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假的上线，因为事实上它只有500个在做封测哈。它是一个封闭测试系统，怎么叫做上线呢？哈，机关指出，悠游卡上大对手一卡通的电子支付已经实施19个月，已经变做电子支付第1名，市占率阁瓦近3成。那悠游付阁伫咧分2阶段，目前官方 App 拢袂当注册会员。向问到悠游付为怎样一直拖沙，什么时阵会当对外正式营运？悠游卡公司嘛做出回应，准备是在3月底以前会正式对一般民众开放。让一般民众可以透过 Wallet 下载我们的这个 App。现在谈基本上就是牵涉到系统一些相容性啊，还有一些合作机会的一些商业条件了。那这部分可能还是持续要评估。技术的部分是有来接洽。悠游卡公司指出，目前有9000人参加试营运，改善支付功能的欠点，并答应3月底对于一般民众正式开放。因为苹果公司无开放相关合作，现阶段到 Android 手机的用户会当使用悠游付。记者综合报道。若点伫咧第一线服务民众的警察甲消防人员，提防武汉肺炎的工作，嘛是都要诚谨慎。来看嘉义县埔子的消防队，因点救护车顶头加设一搭简单的隔离房。若台南市的警察局这边是开始办理户外的派出所，就是尽量要顾全当伫咧执行任务的警察人员身体健康的保障。甲固定的塑胶布放落来，隔离担架床的周围。武汉肺炎的疫情是愈来愈需要注意。嘉义县埔子消防分队为着要保护执勤人员伫救护勤务的安全，对来队员家己设计隔离床，强化防疫的效果。因为我们怕如果有疑似武汉肺炎或者是可能性的病人，那我们前面有做一个区隔，有一个阻隔，那对我们消防人员或者是家属有跟车的家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这个防护舱可以一边观察病患，然后一边做治疗，然后一边可以预防病患的一些污染物到处飞进这样子。除了消防救护人员的隔离床以外，同款嘛要服务民众的警方，为着要避免可能的污染，影响到警员甲报案的民众。台南市警事分局嘛规划疫情专用的派出所，只要下来有疑似症状的民众有报案的需求，都会安排到开放的空间来做笔录。一般的民众还是依我们正常的那个程序来在我们办公室内制作。我们主要在室外是针对有居家检疫或隔离对象，或疑似或卫生局通报之对象，我们才会在户外空旷的地方来制作笔录这样子。武汉肺炎的疫情还未平稳的情况，徛在第一线服务民众的警方甲消防人员，对着疫情的发展情形，除了爱保护家己的安全，阁爱想办法加强工作环境的防隔，避免环境传播疫情的可能。记者林伟霆、文静云嘉义台南报道。同款来看台南市台南北门区的鹅寮国校，为着要准备迎接100年的校庆，特别用代表溪北讨海人的蚵仔粉，落去敲灰仔土，创作出一片海洋形象的壁面，当作是华校的生日礼物。嘛望讲学生囡仔当不时都喙见目见，看到这片壁，就想到家己庄头特别的产业发展甲历史的文化。一寡搭伫壁顶是用在地蚵仔粉、透白红门头灌模做的，嘛是台南市北门区鹅寮国小学生的作品。最近因阁用灰仔土来做海洋生物，美化校园内底墙面。上面的部分在预计用我们柯寮国小在地的柯粉艺术，再来粘贴这个墙面当然还在建构当中。外海鹅寮国小为着庆祝学校100年校庆，设计一面海洋生物陶艺壁，佮加上校友洪高石创造的岩石，原本的旧墙面全换新，嘛真有北门在地特色。大理石的墙面脱落了，脱落这个墙面变成不是很 OK 不是很好看。那我们经过这次的改造让我们这个墙面更有艺术气息。除了蚵仔粉艺术和陶艺创作，鹅寮国小阁有3D 的彩绘，
校方设计这款特别的校庭课程，毋但符合108课纲的精神，阁会使看到学生的创意，嘛，互学生愈了解地方的产业和在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讲花啊，说花啊，花啊有分粗花、幼花，啊花啊图现代嘛是多用途，咱新闻拢有得看。是讲国情今日要来讲较早还阁无塑胶迄个时代，几百年前民间有迄个册咧教人学人字、学捌字，啊内底吼就讲着足侪形形色色用花啊做的日用品，这就是正咱民间伫咧流传的千金谱。先来听千金谱头前几句。见面千金谱讲：字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一字值千金，千金难买圣贤心。劝人读册着认字，看得来写得去。百般货物都有字，件件货物都书记。记得物件写得来，便是能力不期待。做起花样13只，饭店兼油车。高行大伙记，上天顶广东苏州买护士。国情啊，招你同齐来研究千金谱，内底吼，袂输敢若伫咧讲故事咧。虽然见面头前几句啦，在甲咱讲字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意思就是讲，那财富这是国家的珍宝，毋过那字，咱随身会捌字，炸好掉，就是随身的宝贝。毋则讲，可能读书就认字，看得来写得去。百般货物都有字，过来就开始编故事哦。故事安怎样讲？讲吼，这个男主角做起花样，花样就是远洋的大船13只，啊伊的财产家伙，富裕甲讲有饭店兼油车，搁去交行搭飞机，叫一寡飞机，叫一寡新郎，要上天顶、广东、苏州买护士，就是湖南出产李罗芳士。啊，永早连前的阿公连雅堂先生，捌写一本书叫做《雅言》，伊咧讲千金谱用途是啥？就是兵家子弟，武力读书，为人学徒。山车人的子弟吼，你无在读书啦，去做人学徒学功夫，以数钱买千金谱，开几文钱就当买一本千金谱，就店中中辈字读字，可识千余字。你对店内这头家，也是讲吼。这学徒内底较济岁，你对伊读，就当捌上千字。啊，这千金谱是全人士所传，中有方言，又列货物之名，为将来记绍之用。就是讲吼，故事吼，讲足侪货品的名啦，互你后摆看到这字，学这字认字，会晓学记绍。国情啊，讲来到这拢还袂讲到花啊呢。所以毋知千金谱故事继续讲啊讲，过来就讲吼，花啊店也有欠，要买大暗光。大鼎、东洋、甲灶庄，研子做灶门，铁挑鞋仔甲地鼓，煎时火钳甲烘炉，急烧火炭甲水壶，甕蒸托盘甲香炉，接台香筒甲酸炉，地凹地罐10副纸，花间古盘10银碗，碗碟仔汤匙合一盘，一个下盘10双箸。大钳、斗碗甲幼稚，粗肥粗薄就较俗。大钳干仔酒精盘，好，你甲看。大撇斗碗甲幼稚，啊，阁有大骹干仔酒精盘，阁有讲内底粗肥粗薄就较俗。内底吼，这济，咱听着拢是胡仔就去做的啦。啊，这永早清朝时代千金谱，国情谈者讲出来，互你做参考。嘛，体会讲，啊，阁无塑胶迄个时代。肥啊，粗肥幼肥，伫咱的生活中，原来有遮尔济用途。过来，咱换来讲南投玻璃店经营的店长张宏明先生，因老母住院，伊也发觉讲病院内面确实有袂少人，经济困难，连医药费都无才调纳。啊，张宏明的母亲别逝的时阵，伊也简单办理后事，甲省落来的费用捐予玻璃基督教病院、甲玻璃永民病院，一边100万。望讲家庭较艰难的民众，毋免搁再为着医疗费用来操烦。虽然台湾有健保，毋过要是有经济困难、无通看医生的人，偏向尤其严重。南投埔里基督教病院的院长表示，病院有影拄着袂少无再调纳医药费的民众。前埔里店长陈明宏嘛讲，一般人较无了解这群人的痛苦，伊决定要捐100万来助赞有需要的人。母亲生病了，在埔基和埔龙住了4个多月，
我天天在那里照顾我妈妈，我才会发觉到说，有一群人到医院看病看完以后，没有钱批假，就直接回家了。这一群人是社会上看不到的一群，所以我愿意捐一笔钱帮助这些人回到医院来拿药。张浩明亲身甲一张100万的支票交予埔里基督教病院的院长苏世强，另外拨捐予埔里永明病院100万。张浩明讲，伊陪妈妈住院的时，看到真侪有困难的民众，伊将心比心，决定要来捐钱。在整个医院来讲，一年这样的我们称之为呆账，大概有100万左右。张镇长愿意来跟我们一起来协助这些病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功德。我们邀请那些人重新回到医院拿药，把病治好。张浩明表示，伊照母亲的心愿，伫母亲过往了后，简化丧事的礼仪，省掉花库、烧金纸这费用，伊甲钱摕出来帮助需要的民众，或者经济有困难的人，嘛免惊伊无钱通看医生，望大家人拢有健康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斗排解流浪动物的问题，有一群真守猫仔的人，甲厝内已经用过的猫砂，经过高温杀菌、发酵做肥料，再搁用这个肥料落去种农作物，产品的收入搁用落去支持收养流浪猫的中度之家。永暗10点，公司台语台青春咱来望这个节目，邀请观众朋友来看这阵少年家循环经济的用心。品图猫是一个流浪猫的中度之家。看过舒适的空间，收养差不多60到80只猫仔。假设医疗的费用袂少，保健者常常想着讲，会使将使用过的猫砂倒入去特制的分解喷的机器，经过高温杀菌、发酵，转变做天然清气的猫屎肥。想着讲要安尼做，是因为讲迄个时阵做遮的一寡代志，其实是就需要钱继续做。迄个时阵在想讲，我一定爱在我照顾猫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件代志，伊是我咧照顾猫的同时，嘛是有伫咧生产，嘛是有咧趁钱。利用这的肥料和小农客族，就会使生产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加卖出去的收入，颠倒头用来支持猫厝的运作。创新的经济模式，正做解决流浪动物问题另外一款思考。气做成这个米还有茶，就是我们和猫一起种出来的啦。变做讲，你若是改变消费的方式的时阵，其实嘛是伫咧甲咱支持安尼。你的支持有法度，互这件代志变好，有法度帮助伫咧做这件代志的人，伊的生活会愈来愈合理。记者王艺峰、吴文良采访报道。目前政府甲民间拢嘛哪来哪重视山鸟，就是石虎的生态保育。南投德山富洲社区遮，不时都看到石虎的影子。社区这边嘛，甲林务局申请计划，学摄影机，摄落去要观察山鸟。不过这阵马所发生，有人甲遐机台拢偷拼去，互研究人员真无来，只有是赶紧报警察处理。树木被锯掉了，相机被拿走了。就看到有树仔去互人错掉，真少看所发现本地安伫树仔顶的石虎，也就是人讲的山鸟肉的感测器，规组碰见，连都无看影。这款代志已经毋是头摆来发生，有影互研究人员真心痛。这整台机器都被敲走，然后这次它是因为我们之后就把它固定在我们树木上面。防止说容易被带走，然后这次他就是准备了工具，直接把我们整棵树都锯掉，整台机器都带走。石斛啊，好漂亮的石斛！这搭是南投县德山镇富洲社区，这不是有石虎现身。所地社区专工甲林务局申请，要专门翕石虎的摄影机，安伫山林内计用12位来观察石虎，翕到的画面通摕去学校，甲学生囡仔认捌石虎。但这期待煞直着插头。我们来呼吁哈，其实这个相机装在这边，纯粹是看动物，跟我们人的经过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路过的人以后发现这个相机的话，请多
多多帮忙协助一下，不要让它被人拿走了。研究人员表示，这款摄影机是专门咧翕照好，咱人是无法度伫期待留影的。呼吁民众唔通甲摄影机摸走，若有看到可疑的人士，就赶紧通知警察，也是社区人员，同齐保护机器，做伙保育照好的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啊，花莲有民众伫咧市区的树仔顶发现大只蜜蜂，经过生态学者看过，确定讲是将近要登种的台湾河福。其实英国花莲本地就是河福咧出入的所在，不过这敢代表这款蜜蜂又搁渐渐咧生炭。专家讲值得观察，不过嘛有民众咧烦恼讲，这敢会牵连到冠状病毒的问题。吊伫树仔顶即款乌乌的物件，就是去互民众伫咧花莲市区发现的大只蜜蜂。因为体型比一般看到的蜜蜂搁较大，所以真简单地去互看到。毋过伫即马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传的时阵，看到蜜蜂，互部分民众真烦恼。很害怕，吓一跳，因为最近那个武汉肺炎疫情很严重啊。我想说，这个肺炎的那个病毒的那个带源本来是那个蝙蝠嘛，想说居然有一个这个蝙蝠停在那边。接到通报，县政府委外生态团队真紧就到现场，经过确认是已经强要接种的台湾灰狐。根据资料，花莲某一个族群伫咧美伦溪樱花测试，说伫咧2021年因为修剪树为了消息，这几档水母出现，毋过数量真少。它是一级保育类动物，最近农委会的特生中心也研究花莲可能至少100只以上的族群。那在这附近，它其实白天是在休息。那最近是武汉肺炎，大家都很敏感。蜜蜂感受大冠冠状病毒，根据花莲动植物防疫所的资料，农委会家畜卫生实验所伫咧105年到108年期间，伫咧台湾蜜蜂1000个样品检测内底测到22株冠状病毒，核酸是阳性反应，但是无法度证实敢会传染予人。这些核酸经过序列分析，其实它们跟会感染人类的这些，不管是 SARS 这些病毒也好，它们的亲缘性是相比较起来是比较远的，所以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病毒它们会有感染人类的可能性。动保团体是表示，不管安怎，台湾灰狐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也是请民众离较远的，唔通甲伊搅扰，嘛请发现的民众唔通公布发现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各地头温度的变化，咱嘛同齐来看好真。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7度到1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0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7度。金门、马祖、澎湖10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福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